朝早起身對住塊鏡問問自己，今日究竟諗住點樣去飛？返工返到悶，返到腳都痹，係咪人生得返一種滋味？咪再等，咪再等機會嚟，一齊嚟跳起，放低包袱，放低手機，換對波鞋豁出去，唔好理。有音樂有運動，二次人生即刻轟動。只要你想就係理想，擔夢平凡人都可出眾，下秒都可以成功。喂，企出嚟，平時我係主持人，點諗過自己會着成咁㗎？拎住球拍，企喺呢個場嘅中央，即使面對困難，亦都絕不退讓。喂，唔係怪我，竟然唔係發緊夢，由觀眾直跳入場引起呢陣騷動，汗水揮灑過先至會更加出眾，二次人生由我自己掌控。咪再等，咪再等，機會嚟，一齊嚟跳起，放低包袱，放低手機，換對波鞋，試多次，唔好理。有音樂有運動，二次人生即刻轟動。只要你想就係理想，發夢平凡人都可出眾，下秒都可以成功。將所有懷疑踢開，將所有可能帶來，呢一刻由我主宰。